华视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12月初3，旧历的10月19，礼拜4。新闻的头一条，这个厝房母甲用要倒去了，是要食加大咧。彰化市有一栋正在兴建的新大楼，可能是挖地下室的时阵，影响到四周围的厝，有的是壁起去，有的是墙围啊壁损，有的是主梁条的泰路破去。有48户受到损害，居民爱建商来负责，但是开4届的协调会也是敲袂好势。有这乡亲的厝愈逼愈严重，本地只是一损细细必损，即摆是2甲大坑，大甲参规的手掌拢会当穿过壁，伸到对面去。乡亲是大甲心惊胆声。这乡亲咧抗议边仔起大楼的建商施工的品质有够歹，造成因的厝壁拢起壁损，上严重的壁损的芳规支手会使穿过去，互厝主真无奈。建商每天日月都抽水啊，地层下陷的，地下都掏空的，你看这个都倾斜的，这个连那个梁柱都裂开。我们的房子倾斜下陷掏空以后，我们的房子要卖出去啊，谁敢来买啊？这居民讲，进前9日的大地震，厝拢无逼干呢。3年外前边仔起这个新大楼，结果边仔厝有48户，逼来逼起的起，莫讲想要转手卖出去，连家己大拢会惊。这居民有甲县政府检举8摆，建商嘛因此停工8摆。县政府派建筑师去勘查了，确定讲无公用安全的顾虑，才准伊复工。验过呢，居民的厝已经歹去甲建商有开4摆协调会。居民认为讲，中建甲结构的加强费用，建商拢要负责，并且要求最后1摆鉴定赔偿金要加6成赔付住户。要再鉴定一次，然后可是鉴定单位有住户去找，我们针对这个鉴定报告内容是有疑虑的。第一点跟我们前一次的鉴定，因为从头到尾鉴定了4、5次，跟前面鉴定的金额有了差，甚至10几倍以上。建商强调讲，绝对有诚意要解决厝歹去的问题，已经甲部分的居民达成和解，为要这住户的安心，佫欠1000万入去建商甲住户代表共同考虑，会继续甲居民沟通协调，或者个代志会使圆满解决。